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在礼拜开始之前，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在过去的1年当中对我们的保守眷顾，让我们虽然在疫情的影响下有许多的改变，但是主你的爱没有改变，一直引导保守眷顾我们，让我们得到真实的平安。主，我们要为此献上我们的感谢，同时我们也要将新的1年交托仰望在主手中，求主亲自引导带领保守。主啊，通过您的带领，我们深信我们可以充满力量，并且完成您的心意跟计划。主，我们特别感谢您，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透过礼拜与你亲近。求你此刻去除掉所有会影响我们敬拜的因素，让我们可以专一心志来服侍您、敬拜你，并且透过你的话语的赐予，以及你所赏赐的信心跟爱心，让我们真实的活出你所喜悦的生命。我们要特别将教会的同工仰望在主手中，求主亲自带领保守，让今天不论是带领敬拜、诗情、诗会，或是传讲信息，主你都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充满从你那里来的恩典，坚固我们手所做的工，让你的名得着荣耀，也让所有弟兄姐妹得着祝福。主，我们特别也将我们的教会仰望在你手中。主啊，今天在第3堂的礼拜当中，是新任同工的就任，恳求主你透过这个就任式，再一次坚定我们的心，让我们全心向着你的计划迈进。主，我们也恳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可以建立合您心意的教会。我们同时也将我们的国家仰望交托在主手中，求主赐福带领保守，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兄姐妹平安，平安。今天是2022年的第一个主日，时间过得很快，又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转向我们旁边，对他说：“新年快乐！新的一年要有新的盼望。”新年快乐！新的一年要有新的盼望。好，帮我们转向另外一边的人，对他说：“今年神的喜乐与平安要大大的与你同在。”今年神的平安与喜乐要大大的与你同在。好。就是在我们陆陆续续来到神的殿堂当中的时候，我也邀请大家一起可以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赞美。我们一起来拍手。在诗篇说，凡有气息的都要来赞美他，就让我们用我们的热情，在新的一年对神来赞美。在这美丽的时刻，我们相聚在一起，神的爱拥抱着我们，神的灵充满着你。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园，击鼓跳舞扬声欢呼，凡有气息要赞美他，让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让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今天我们要让赞美的声音充满在神的殿堂当中，让我们一起敞开我们的心，一起来赞美。在这美丽的时刻，在这美丽的时刻，我们相聚在一起，神的爱拥抱着我们，神的灵充满着你。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园，击鼓跳舞扬声欢呼，凡有气息都要赞美他，让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让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让赞美从四处响起，让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让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四处要有神的赞美，让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哈利路亚！让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哈利路亚！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要用我们的心来对你敞开，大大的来赞美你。哈利路亚，耶稣。在去年可能有很多的一个风波，那很多人可能也受到了许多的影响，或是刚好在去年是你的生命当中的一个波动，就是有许多的一个变化，不管是在你的家庭里面，或是你个人，或是你对于神的一个认识，还有在你的职场或在你的学校，可能都是到了另外一个阶段的一个改变。但是我们在这当中，如果只有靠着我们自己，可能都会感到彷徨和害怕。但因着我们有神，我们能够交托给他。我邀请我们每一个可能信心软弱的人，
或是我们觉得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继续往前进的人，我们用这首诗歌要一起来宣告：主，他是我们的力量，主，他是我们的拯救，主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一起用这首歌来唱。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我的诗歌，我的拯救，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从头来唱我的诗歌，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众山怎样围绕，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是要神围绕我到永远。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的力量，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对主说，主，你是我的力量，信心的宣告。主，你是我的高台，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高举双手来赞美他，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高举双手来赞美，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对主说，主，我要来跟随你。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主，我们要来跟随你，跟随耶
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一生一意，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对主说，一生的意义，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将自己献上，让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充足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再一次对神说，我将自己献上给你。主，我愿意成为你贵重的器皿。主，就求你的恩惠慈爱，现在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主耶稣，我们要来跟随你。只因为我们看见主你如何爱我们，让我们用你的爱同样的爱我们身边的人。主，这时候我们也用信心要来到你的面前，对主说，主，求你来差遣我们到你要的地方去。主告诉我如何献上我的生命，带希望入人群中。去服侍别人，可能在你的教会，在你其他的合场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带唱。主告诉我如何献上我的生命，带希望入人群中。主告诉我如何付出我的光芒。主告诉我如何付出我的光芒。将温暖带入世界，我看到灵魂中的忧伤，
眼睛，到神的面前问神：主，你愿意差遣我到哪里去？主，我信心软弱，但我愿意为你所使用。主，我卑微，但是主，我感谢你愿意使用我。让我们用这首诗歌对神回应他的呼召。我看到灵魂中的忧伤，孤独中人的心还叫我颤抖。差遣我，差遣我，我愿付出我所有。差遣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充满我，充满我，用你爱来充满我，再一次经过他们的手。主说差遣我，差遣我，差遣我，我愿付出我所有。差遣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充满我，充满我，用你爱来充满我，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主求你充满我们，充满我，充满我，用你爱来充满我，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主啊，我们谢谢你，主谢谢你让我们能够认识你，主也谢谢你，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身上，填补我们那空缺的心。主，你也使我们有更多的爱能够去爱人。主，求你将你所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更多充足的加添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能够听见你的声音，听见你的话语，来活出你的呼召，来去帮助更多需要的人，将你的福音传扬给那些心灵破碎的、空虚的，他们都需要主你的爱，在他们的生命里面。主，真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有很多的一个不足，但我们知道我们靠着你，我们就有一个行动的能力，我们就能够有勇气去对人来传扬主你的好。我们也将我们祷告不足的，我们一起用主祷文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弟兄姐妹，新年平安！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在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4章6到16节。4章6到16节，我们同声开口来读：如果你把这些事指示弟兄姐妹们，你就是基督耶稣的好仆人。同时，那信心的话和你一向跟从的正确道理，会帮助你自己在灵性上长进。至于那些不值一谈的荒唐传说，都应该避免。要为着敬虔的生活锻炼自己。身体的锻炼固然有些益处，灵性的锻炼在各方面对你都有益处。因为后者带来今生和来生的盼望，这话是可靠、值得完全接受的。因此，我们辛勤努力，把盼望寄托于永生的上帝。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他的人的救主。你要把这些事指示他们，教导他们，
别让人小看你年轻，无论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和纯洁各方面，都要做信徒的榜样。你要在宣读圣经、讲道和教导等工作上多下功夫，直到我来。不要忽略了你属灵的恩赐，这恩赐是借着先知的预言和长老们的按手赐给你的。这些事你要专心一意去做，让大家看出你的长进。你要谨慎自己，对你的教导也得小心，要有恒心做这些事，这样你不但能救自己，也能救你的听众。愿上帝赐福听他话语并按着去行的人。今天主任牧师要传讲的信息是提摩太，上帝的工人，请我们以恭敬的心来领受。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我们第3场礼拜要举行新任的长职跟教会同工的就任式。事实上，这是对于教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因为我们要组成一个新的属灵团队来征战好的征战。特别在新的一年度，有许多的事工要推动，期待上帝使用我们这个新的团队来荣耀他的圣名。但是首先，牧师要让大家知道的，服事是每一个基督徒的义务，也是权利。我们在座，即使今天没有就任的人，并不是表示你没有服事的责任，这一点请大家一定要清楚。我再说一次，服事跟奉献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也是权利。为什么是责任？因为这是一种我们领受恩典之后的回应。那为什么说是权利？因为这是一种领受上帝祝福的方式。我们透过服事跟奉献来经历上帝的大能。所以今天这个信息，牧师期待每一个人都要打开心来领受。不论是否有就任哪一个职分，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工人。不能说我没有当选，我没有就任，就不需要服事。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即将要卸任的同工跟长职，除了向这些人表示感谢之外，牧师也要提醒大家，不是卸了任就表示不用服事，反倒是要更多的服事。这是牧师从心底所期待的。所以今天这篇信息是为每一个人准备的。在领受上帝的话语之前，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您透过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并且在我们当中拣选人来服侍你。主，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受你拣选的人都要注意听你的话，然后照着这样的话来行，就必蒙福，也可以使跟我们接触的每一个人领受祝福。所以主啊，此刻我们要注意听你的话，求你来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个人，叫做提摩太。那提摩太是住在一个城市叫做路斯德，住在路斯德这个地方，他是在这个地方长大的。那他父亲是希腊人，母亲跟外祖母都是犹太人，所以我们知道他是在一个不同的父母不同信仰的环境当中长大。可是他的母亲有尼基跟他的外祖母罗以成为他属灵的帮助，从小就教导他认识信仰的事。所以我们从保罗的书信当中，我们可以证实这一点。保罗说，我想起你心里无伪的信心，这种信心是先存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我确信也在你心里。所以信仰的传承是非常重要的。提摩太在他的母亲跟外祖母的帮助之下，认识了这个信仰，并且拥有了这个信仰。后来提摩太在当地的基督徒当中就有了好的名声。
经过了2年之后，保罗再一次拜访路斯德，他看到了提摩太在灵性上已经长大进步很多，所以他就邀请他跟他一起同工。而且提摩太日渐成熟之后，保罗就委托他来担任牧养教会的重大职责。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大概是在主后65年以后，保罗被囚禁在罗马的监狱当中，他还时时关心着教会的发展。他知道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在牧养以弗所教会，所以他写了这封信来协助他，提醒他在牧会的过程当中，作为一个上帝的工人应该要注意的事项。所以我们也可以透过这段经文来思想，我们要成为上帝的工人，我们应该要在哪几个方面努力。首先，做一个上帝的工人，我们对自己要有严格的要求，就是在敬虔上面我们要操练自己。今天的经文一开始这样说，至于那些不值得一谈的荒唐传说，都应该避免，要为着敬虔的生活锻炼自己。身体的锻炼固然有些益处，灵性的锻炼在各方面对你都有益处，因为后者带来今生和来生的盼望。这话是可靠的，值得完全接受。所以保罗告诉提摩太，你要懂得分辨什么是重要的事情，什么不是不重要的事情。他说那些不值得一谈的荒唐传说都应该避免，就是在教会当中或者在群体当中，常常有一些人喜欢说一些有的没有的，说一些无聊的八卦的事情。保罗说这些不重要的次要的事情你应该弃绝，不要浪费时间去听，反倒要专注在一些重要的事情。我们都知道这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增加我们生命的快乐，人生当中有一些消遣可以增加生活的趣味，但是如果过分的专注、过分的投入这些事物，这些次要的事物，反倒会危害了我们对于正确重要的事情的认识跟发展。譬如说有一些人很喜欢收集一些东西，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有什么收集的嗜好。好像牧师就很喜欢收集笔，我有很多的笔，那我也参加那个有很多那个社团里面，他们在讨论笔的。可是我收集笔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原则啦，就是这个笔不要很高贵，它只要好写，然后有特殊性，那我就会很喜欢把它收集起来。那可是我发现社团里面有一些人，他们追求那个很高价的笔，那投注了很多心力，就是要得到那些笔。我看那些人写字也不是写得很漂亮了，这笔拿得很漂亮。那收集东西当然是一种很好的消遣，但是如果人家说玩物丧志啊，过度的投入那就不好了。我们在座可能有一些年轻的朋友，甚至年老的朋友也有，很喜欢玩一些手机的游戏或是电脑的游戏。那偶尔消遣一下当然是很好，调剂一下生活嘛，那放松一下。但是如果过分了，这样就不好了。我听说有很多人要花钱，什么氪金啊，什么要花很多很多的钱。上次我看了一个说有一个医生，他花了几百万去投注在那个网络游戏里面，我觉得这样实在是有一点过分，因为到最后我们就很容易受到这些东西的束缚了。当作消遣是可以，但是一旦成为生命的束缚，这样就不好了。这不是跟灵性生命有关的事情，我们可以不必太注重，反倒是怎样对于自己在灵性上面的操练跟要求，这是作为上帝的工人必须要特别注意的。特别是读经、祷告这些事情，我们都要特别注意。今天是新年的开始，我们过去在以前当学生的时代，都要写一篇新年新希望，对不对？
那牧师希望你们定一个对自己有一个标准，有一个要求。我在新的一年当中，我要真的要致力于读经、祷告这些事情。教会会帮助大家，我们都有每日读经的课程，我们就透过这些来跟上帝更加的亲近，因为这个对于生命是有关系的。保罗说，这在今生就会带来今生跟来生的盼望，所以值得大家投注心力去做这个事情。那除了在金钱上对自己要求之外，我们还要对别人有责任。所以上帝的工人的第二件事情，就是要在真理上教导别人。除了自己在金钱上操练之外，在属灵的事情上面也要成为别人的帮助。保罗这样说，因此我们辛勤努力，把盼望寄托于永生的上帝，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他的人的救主。你要把这些事指示他们，教导他们。就是提摩太担任一个教会的牧养的工作，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帮助信徒在真理上面长进。作为一个上帝喜悦的工人，是要将正确的信仰真理教导弟兄姐妹。那什么是正确的道理？就是要勉励弟兄姐妹关于永生盼望的事情。所以在第13节当中，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在宣读圣经、讲道和教导上等功夫上多下功夫，只等到我来。所以保罗告诉他，你首要的工作，除了在金钱上操练自己之外，还必须要把你所领受的分享出去，宣讲圣经、讲道跟教导要多下功夫，要常常把这些事情放在教会牧养的首要工作。作为教会的同工，我们是要对于信徒的灵命负责任的。所以牧师在这边给大家一个新年的期待。我每年的第一个礼拜都会跟大家讲，你这时候你心里面要出现一个人，一个就好，不必很多个，一个你的朋友，他还没认识主，他还没接受耶稣基督，这时候他要出现在你的心中，你就跟上帝立约说，我要利用1年的时间对这个人的属灵生命有关心。所以你就要好好的计划怎么样配合教会的活动，常常跟他接触，关心他，然后带领他到教会来，让他认识真理。那并且要常常跟他分享有关于圣经信仰的事情。这个把它当作我们新年的一个目标，我期待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做。所以现在你的心目当中就想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你这个今年的负担，跟他分享真理，帮助他在信仰上面能够得到长进。好，那我们讲了2点，第一点是在对自己在金钱上要操练，第二个是对别人在真理上要帮助别人。那我们都知道在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我们需要一个模范，需要一个典范。那你们都知道，牧师有时候会学习写书法。我小时候在练习写书法的时候，我们老师怎么帮助我？他首先要跟我讲解书法的那个运笔的基本要素，要怎么运笔，这个点要怎么点，这个横要怎么画，竖要怎么写，捺要怎么写，等等这些要教导我。那甚至我那时候还小，老师会从后面握住我的手，然后告诉我说，这笔画要怎么写，这笔画要怎么写。写完之后，他还会叫我临摹他所写的，或是叫我临摹古人所写的这些，因为我们写字不会写得比古人好，他们每天都在写。那找一些名家的作品让我去临摹，就是需要一个典范来学习啊。那今天我们如果要在真理上教导别人，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在德性上成为这些人的榜样。保罗知道光是用讲的没有用啊，还必须要有一个典范让他去学习，这样不断的学习，教学相长，彼此都会进步。所以在第3点，他勉励他说，
不要让人小看你年轻，无论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跟纯洁上，都要做信徒的榜样。所以他勉励提摩太要成为信徒的榜样，他提出要在5方面都做信徒的模范。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首先，这5件事情的头一件事情是言语。为何保罗会把言语放在行为、爱心、信心跟纯洁之前呢？通常我们以为行为、爱心、信心跟纯洁会比言语更重要，但是保罗却把它放在第一位。因为事实上，我们在生活当中，人家一开始认识你，就是从你所说的话开始认识、了解你这个人。而且我们说的话比做的事情更多，我们说错的话也比做错的事情多。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在言语上做信徒的榜样，也就能够在其他的事上做信徒的榜样。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说话要有分寸，不能轻浮。以弗所书第4章29节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也就是说，我们言语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了，那可以成为造就别人的好话。做上帝的同工的人难免常常会跟人家接触，会讲很多的话，所以说话就格外重要。不单单说话格外重要，听话跟传话都很重要。有些人会把关于他自己的事情跟你讲，或是把他看到的关乎第三者的事情告诉你。那如果我们不谨慎，随便听就随便说出去，无意当中就容易形成搬弄是非的人。我们过去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就流传一个笑话，就是我们有时候会碰到一个人，告诉朋友，就跟他说：“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你不能跟人家讲，因为你是我的知己。”就后来这个秘密全校都知道，因为全校都是知己。我们在今天的3堂当中，我们都会做中保代祷者的立约，对不对？中保代祷者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立约要立约，就是他在祷告室里面所祷告的事情，人家所写的代祷的事项，除了已经在教会公布的，他不可以随便跟别人讲，连自己的另外一半都不能讲，因为这是他跟上帝的立约，保证他只是为了服侍而知道别人的需要，这个很重要。所以听话、传话、讲话一样重要，因为我们舌头虽然是身上最小的一个肢体，但是它却能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雅各书的作者说，一个人若能在言语上没有过错，他就是完全人。舌头很小，但是它如同火一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可以使整座树林都烧起来，但是火也可以使冷淡的心燃烧起来，使灰心丧志的人得到激励。所以保罗要提摩太把第一项言语当作信徒的榜样，当作相当重要的一个学习。接着他说行为，言语作为信徒的榜样很重要，但是如果没有行为做搭配，那也没有用。如果言语上说出来却做不到的，那更加不好。我们看到圣经当中，耶稣在谴责文士跟法利赛人，就是他们能说不能行。雅各书的作者也告诉我们说，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如果说出的话不能行出来，就等于是谎话。所以言语之后总是要有行为。那保罗在这边所说的行为范围很大，是我们整个人的生命，是我们整个人的做人。要记住，人家是透过我们的言语跟我们的行动来印证我们的信仰。我们当然不是从行为来得救的，但是我们在做事的时候总要明白，我们不是在做功德，没有人可以有所做的来称义，但是做好的事情，做正确的事情还是相当重要。
我觉得对基督徒最好的称赞就是上次牧师在跟大家分享，有一个在澎湖服侍的白宝珠，一个宣教师，白宝珠白阿姨，我在看她的纪录片的时候其中有一个跟她一起同工的护士就称赞她说，白阿姨白姑娘是一座会行走的讲台，也就是说她在讲台上面所讲的，她就把它行出来，或是当她看到她在做服事的工作的时候，就好像在对人诉说上帝的爱。这个很重要所以有好的行为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典范。第三个是爱心，这个爱是阿卡贝的爱，是在人认为最不能爱的时候依然坚持的爱。我们所需要的言语跟行为是爱心的言语，是爱心的行为。如果一个人能够从爱心上做信徒的榜样，就是表示他愿意比其他的人更愿意为别人牺牲，愿意为别人受苦，愿意为别人来服侍。他能为着爱主的缘故而服侍别人，体贴人的需要，扶助软弱的人。我们在这世上所追求的就是我们所谓尊贵的生命。世界上一般的人他们都认为说，尊贵的生命就是要很多人来服侍嘛。我有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一个新闻说台湾有一家5星级的饭店邀请到欧洲皇室的服侍人员来台湾训练他们的服务人员。而且这个训练的内容是非常巨细靡遗我当中印象很深刻的一点就是说，这个报道当中他提到了这个人怎么服侍英国皇室的成员他说他们在早上看这个英国皇室的人看报纸之前要先用熨斗把这个报纸烫一遍，以免那个黑墨报纸的油墨会落在这个皇室成员的这个手中所以就是细节上都非常注意用这样去服侍人那报道当中就说你看，因为他们要服侍的是尊贵的人，所以那么多的人那么细心的在服侍这个报道同时强调说，在皇室服侍的人员多寡跟皇室的权势财力有很大的关系，就是说权势越大，财力越大的人，越多人在服侍他。可是这个正好跟我们的信仰相反。我们的信仰是什么？一个人在上帝面前的价值不是在于有多少人在服侍他，而是在于他服侍了多少人。如果有爱心的服侍，像是为主做的一样，这样子的服侍是充满爱心，是上帝所喜悦的服侍。那第4点是信心信心是一切属灵生活的起点。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分别，就是在于我们对于上帝的话语有信心。信心也是各种属灵美德的根基。有了信心之后，就会生出各种属灵的品德。我们看到彼得在彼得后书第1章第5到7节当中有说到了8种德性。他说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我们发现这些8个德性，它的基础就是信心。这些品德都是由于信心的基础所加上去的。所以因此我们都知道，我们今天要展出一个有爱心的言语跟行为，其实是因为我们对于上帝有信心。作为一个上帝的工人，我们不能只靠自己，反倒是要依靠全能的上帝，对上帝有信心。我们会面对许多的困难跟挑战，但是因着我们对上帝的信心，我们就可以超越这些困难跟挑战。所以我们在信心上要成为信徒的榜样。最后一点就是在清洁，就是纯洁上。纯洁或是清洁指的是没有瑕疵。
就是凡事要符合基督的标准，也就是上个礼拜牧师所说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跟这个世界一样。做教会的工人，做上帝的仆人，一定要给信徒立下一个榜样，让他们懂得在这个污秽邪恶的世代，怎么过一种圣洁的生活。诗篇告诉我们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所以作为上帝的工人，至少要在2件事情上面维持你的圣洁。首先第一个，在情感上面，就是在男女关系上面应该圣洁，关系清楚，这一点非常重要。第二个，在钱财上面，在与人交往当中要注意钱财上面要清洁。这2个都是非常容易使我们堕入诱惑当中的。我们如果存清洁的心做事，来面对这些事物，才能够做信徒的榜样。所以保罗要求提摩太在以上这5件事情，我们来复习一下，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面都做信徒的榜样。我们每一个成为上帝的工人的，也要在这几方面操练自己。所以今天牧师跟大家讲，如果你愿意回应上帝的呼召，成为他所喜悦的工人，你必须要在敬虔上面操练自己，必须要在真理上教导别人，并且活出有德性这5种德性的典范，让大家因你的生命而蒙福。愿上帝亲自赐福保守。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您透过今天的经文带给我们祝福。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在敬虔上操练自己，能够在真理上帮助别人，并且在德性上成为众人的典范，让我们成为无瑕疵的器皿来供您使用。求主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上帝的话。献上，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出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充足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高举双手赞美，高举双手。这时候我们把我们的眼睛闭上，牧师要为大家来祷告。我们当中，如果你有需要别人为你代祷的，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你遇着困境无法超越，我们中间这边有或是你身体有疾病，你期待得到医治，我们相信神会在你生命当中彰显他的能力。需要人家为你祷告的，来前面有。那边后面还有姐妹其他的人，我们对上帝说：主啊，求你使用我，我愿意成为你合你心意的工人。求你在敬虔上帮助我们操练自己，在真理上我们装备自己，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在德性上求主来磨练我们，让我们更可以成为众人的典范。
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您再一次用你的话来激励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帮助我们，特别是帮助这些在你面前举起手这些弟兄姐妹，主你的圣灵与他们同在，加添他们信心跟爱心，让他们充满力量去面对生命当中的所有的挑战。我们深信主你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也求主兴起更多的弟兄姐妹来协助这些人，让我们在团契的生活、小组的生活当中彼此激励，互相扶持。我们同时也将我们教会所有的在座的弟兄姐妹全然交托仰望，求你兴起更多的合您心意的工人，让我们在各方面成为众人的祝福。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接着我们用奉献来继续礼拜。请起立，我们一起来感谢赏赐恩典满满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也赐给我们平安和喜乐，更赐给我们智慧和能力。现在我们献上我们的金钱和我们的能力跟全人跟全心，求主来差用我们，并且悦纳。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现在要请主任牧师来祝福差遣。好，我们这时候要来做中保代祷事工服侍者的祝福差遣，请这一堂当中有参加中保代祷事工的弟兄姐妹，请到前面来集合。
好，你们愿意接受上帝的拣选，担任中保代祷服侍者，你们要诚实的回答牧师所问你们的。你们是否愿意接受上帝的赐福差派，委身于中保代祷的事工，担当祷告的使命跟责任？你们是否愿意彻底遵守中保代祷你们与上帝立约的时间，并且在这其中愿意忠心服侍参与？你们是否愿意如此做？你是否愿意遵守在祷告事当中为教会的事工或是个人的代祷事项，只单单跟上帝沟通，除了已经在教会公开的代祷事项以外，所有的代祷内容必须向人保密？你们是否愿意如此做？好，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你拣选我们来成为你的同工，来服侍众人。求主赐福保守眷顾站在你面前这些中保代祷者，求你赐给他们加倍的信心跟爱心，让他们在祷告事当中的服侍充满对主的依靠、信心还有能力，让他们所做的服事可以合您的心意。求主保守眷顾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工作，兼顾他们手所做的工，用他们手所做的工来荣耀你的圣名。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请你们向后转哈，我们请弟兄姐妹来鼓掌，来鼓励他们。那另外，牧师也要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这个事工哈。虽然你们没有参与中保代祷的事工，但是你可以知道自己或是别人需要代祷的事情，你把它写在祷告纸上面哈，祷告卡上面，然后把它投到祷告箱里面。这些弟兄姐妹就会为大家来服侍啊！愿上帝亲自赐福我们教会，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我们再一次鼓掌，谢谢他们啊！好，请回座。这时候牧师来介绍第一次来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这边有刘芳雨小姐，不知道在这边哈，欢迎。另外有这应该是陈义勋弟兄，在旁边另外我有看到那个牧师长的朋友婉金，还有他的先生王信忠教授在上面哈，好，欢迎欢迎。其他还有没有第一次来跟我们一起敬拜的弟兄姐妹？好，如果没有，我们请四位来报告。现在我来报告，请翻开周报的第5页，对不起。本会消息1，本周的特别事工，新的一年教会特别赠送会友每一户一份蔡牧师亲笔书写印制成的春联，欢迎于礼拜之后在10楼走廊索取，祝福大家新年蒙福，平安喜乐。第二小点，上半年事工行事历已张贴在教会10楼的公布栏，有需要纸本的，请于10楼走廊桌上索取，或扫描 QR code 至教会官网下载。请翻开第7页第5大点，特别事工，本会仅定于1月9日下个主日下午3点，在10楼礼拜堂举行吴炯豪牧师就任关怀牧师受子感恩礼拜。欢迎兄姐参加或参加线上直播礼拜。补充报告：装备委员会事工，请有每日灵粮兑换的兄姐，尽快与李淑芬干事联络，要去宗主书房兑换的事情。第二个补充报告：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岁末温馨年菜送到家活动。社福基金会邀请兄姐在年节前，以支持一份年菜组合的方式，带给弱势家庭及长辈满满的祝福跟关爱。今年计划关怀家户数有123户，每一户一份7个年菜组。
每一组年菜1000元。捐款请向教会办公室许昭平主任，或者是打电话给基金会的黄世莹小姐，电话是85217872转320的分机。捐款到1月30日为止。详细的内容请看周报的11页。以上报告，其他的内容请兄姐回家之后呢继续详细看，并且代祷。接着请主任牧师欢迎来宾及牧养代祷。好，我们已经欢迎过来宾了哈。那这时候我们一起起立来唱祝福的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扶持与相通与你们同在，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互相请安问候，愿上帝亲自赐福。